午安，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11点上新的消息。台北市长郭文哲最近可能讲伊讲话真饱饱，有人认为讲是要替台湾民众党来冲选票。也毋过，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飞元呛赌讲郭文哲甲统独的议题当作提款机，爱领偌济领偌济。针对这件代志，郭文哲有上新的回应。看起来就很像共产党提名的啊。那你怎么看？不过是这样的，不过问题是，他也可以在国民党提名，也可以在新党提名，这表示郭台铭对这两个党的控制力还不错啊。那你怎么看？就是现在那个郭冠英，他昨天在中选会的时候，他说他是代表共产党来监督台湾省的选举。以前那个像陈俊南这些人，不是陈俊南这种人应该找他，不要找我，对不对？但是我这里不找他，还找我麻烦干什么？说赶快去找那个人处理啊。那你觉得现在就是应该要修中共代理人法吗？因为郭冠英现在大陆不是现在民进党不是完全执政，不是立完全部他们过半，赶快去处理啊。那你怎么看说邱毅要组这个正义连线，然后还向蔡总统说你怕了吗？算了啦，那个奇怪，这就是民进党不对，一直在台湾这个税大下税一下，你们不去处理，每天在抹红柯文哲，该处理的不去处理，实在很慢的嘛。所以你怎么看现在那个民进党的立委自己喊说要赶快修中共代理？要赶快修，你们不是国会过半吗？不是你们行政立法都过半了，都是你们控制的，所以拜托不要这个嘴巴说说好不好？不过林飞帆说，你到了选举就把统独问题当成提款机。拜托，我不是讲国家治理吗？他到底是有没有上过逻辑学？那是今天怎么火气那么大？林飞帆我跟你讲呢，拜托你妈这有新潮流的，依附新潮流的吗？你怎么会说他依附新潮流？他不是参加新潮流的吗？还是大家出来说他不是？那你怎么看说台湾国创办人王献吉啊，他说就是他会是因为有气喘的儿子才全家移民。就我跟你讲台湾是每个地方都会气喘，是不是？但不能是台湾找个不会气喘的地方。你拜托那边花东 PM2.5 很低了，卖那家给我跟你讲。是啊，那你这个才是火气越讲越大。我来迄个也不要脸了，是。规家专在会没有鸟死人，等你来到那台独募款，我就瞧不起这种人了。可是那你怎么看？就是说网友有翻出你2014年的言论，就是说你那个时候讲说虽然你放弃绿卡，但是你父亲的兄弟姐妹还是住在美国。网友就说这你也是打脸你自己。我打脸什么？我是说我不喜欢那一种全家都躲在海外呢，他回来一个人在台湾募款在喊台独。我跟你讲，台湾目前有户籍是台湾籍的，有400人住在海外这本来就很正常的，这本来就有的事。我只是说你们不要言行不一那样。那你怎么看昨天馆长开直播说柯粉去那边骂他，说他找吕敦霖，但是他说柯粉去，就他开直播说柯粉去骂他，但是他说他其实也有借你，就是蔡宜芳那个健身房。那馆长声望这么高的人，哪里需要去介意这种1-2个人的抗议？也不用了。馆长那个粉丝这么多，馆长算是汉子了，不是在给告诫的。是啊，那你怎么看那个时代力量说就是如果黄国昌没有办法进立法院，让蔡壁如进立法院，这才是浪费选票。有啦，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应该把那个我觉得黄国昌应该摆低了。坦白讲，为了时代力量好，我觉得这奇怪。我听说现在黄国昌也不在学测委员会里面，这一看就是被做掉了。不过徐永明说，干脆建议你说要市长自己进入分区重整选票。他也有智商只有70吗？奇怪，今天我今天怎么火气这么大？那会是在一条，就是关于好像昨天那个公务员会。不是啊，你要问我题目，你至少问那个看起来智商比较高的题目，我就很讨厌人家问他智商很低的题目对了。愚人的问题，智者无法回答。是啊，那因为你每次讲到新潮流都很火大，所以现在是不是就是说跟郑国会那边还是想要跟他们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就除了李敏蔚那边的话，你就不会再提其他跟郑国会。没有啦，不过事实的真相，我们也没有那么多人可以提的。那现在是不是就是说有幕僚提，就是说还是可以在选举后半段的时候去帮民进党，就是那种无波的站台。其实这样的，民进党里面我有朋友，我本来还要去帮庄瑞雄站台，还想说哇呀很丢，结果
他也被移到部务局去了，又少掉一个可以帮忙的。但是现在会不会就是那个民党那边好像就是说不太敢让你去站台？哎呦，我看这话民进党刚我徛台嘛无几个嘛。那高嘉瑜有在谈吗？不过他都来办公室问我说怎么办。没有啦，我们说啊，我们会帮忙你的。市长会不会想问一下，那个帮早上昨天公务委员会好像有那个提案说，为明年2月是要成立那个就是违建委员会，然后让那个议员没办法介入来协调，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说没有办法协调，因为这样呢，我跟你讲，像罗志祥就很有气魄。罗志祥就说他完全不接受这种违建的这种陈情。我在想说，哇，如果每个议员都像罗志祥叫嘎子，你知道，叫气平散了嘛？哎，问题是其他议员还是不敢这样。我说那这样好了，那我们就一个委员会嘛，来陈情的，我们一律会议记录公开。因为有时候议员去议员处理的，我们要把议员名字公开，大家觉得怪怪的。我说那这样好了，我们 take over。我们只要我们来澄清了，我们会就全部公开，这样就解决大家的问题啊。市长，现在有议员要修那个会议室的使用办法，说以后不能在会议室从事政党活动。那个欢迎这个民进党的县市还有中央政府总统府一律比照办理，我非常乐见这个法律通过。好，谢谢。今天火气怎么会大？谢谢。来，我们现在市长到台下准备补充。